自2022年9月12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恁已经定头生。圣经彼得前书第1章，咱对13节做伙读到25节。所以，恁的心志着准备变，着警醒，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所要赐恁的恩典。着做顺服的囝儿，毋通照恁前毋捌上帝时安尼放纵私欲。好叫恁的上帝是圣洁，恁伫一切的行为嘛着圣洁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恁既然求叫用同一个标准，照逐人的行为审判人迄位做爸，就着用敬畏的心，伫世间的日子做骄民生活。因为恁知，恁受赎回，脱离祖先留互恁迄款无路用的传统，毋是用会败坏的金银，是用迄位无缺点、无污点的羊羔，基督所留的宝血。基督伫创造宇宙以前，先互上帝竞选，伫即个末期，才为着恁显现。恁通过基督信互伊对世人中搁活，搁赐伊荣光，迄位上帝。安尼，恁的信甲仰望，拢在伫上帝。恁已经对顺探真理来洁净家己，有纯真的手足之情，就着用清气的心，对心底热切相挺。恁定出世，毋是对会败坏，是对袂败坏的种子，就是通过上帝活活，永远袂无去的话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拢亲像草，因的荣华拢亲像草花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总是做话永远存在，这就是传互恁的福音的信息。恁已经定头生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彼得鼓励传道时的信仰群体，爱仰望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。首先，彼得对信徒的鼓励是：恁的心志着准备好势。这句话原文意思是：恁的意念着束腰，用安尼来表达有被启停的意思，就亲像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的进程，犹大束鞍，按着仰望来前进。其次，彼得鼓励信徒着做顺服的囝儿，毋通照恁以前毋捌上帝时在放纵私欲，也恁伫一切的行为嘛着圣洁。拄亲像利未记19章第2节讲到，以色列人民具有上帝子民的身份，所以爱照上帝圣洁的本性，活出圣洁的生命，甲其他人有所分别。安尼的圣洁生命是自然流露，毋是刻意为善，也是持守强化的教条。彼得鼓励信徒爱搁较认捌上帝，搁较认捌上帝创造的真实家己，也着搁较认捌家己身为上帝子民的身份和使命。第三，彼得鼓励信徒存敬畏的心，互信甲仰望拢在伫上帝。这段经文延续出来级的拯救，现今的基督徒就亲像当年上帝拯救的以色列人民，既然称上帝做阿爸，寄居伫世间，就爱有新的生命。靠着基督的宝血，互人得到定头生，
对败坏的罪得到透放，也互人对旧有的生活方式进入新的生活方式。这就好亲像以色列人民出埃及的前一暝，借着羊羔的血免受死亡之灾，反转通展开新的旅程。第四，必须延续顶面所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佮将焦点转到人甲人之间的关系。伊鼓励信徒，因为顺服真理，因已经洁净家己的性命，会当真诚疼兄弟姊妹。即款的疼是无假的疼，是对心底热切彼此相疼。认定出世，毋是对会败坏，是对袂败坏的种子，就是通过上帝活活永远袂无去的话。这段经文同款对现今的教会伫讲话，当即阵属基督的群体所追求的信仰是甚物？草会焦，火会熄，毋过主的话永远存在。咱所传的是永恒的福音，也是短暂的福音。现今是甚物在支配教会？是竞争比较，讲究业绩的气氛，也是基督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牺牲？恳求上帝话语塑造咱的性命，互咱学习耶稣道成肉身的模样。切实相疼，互相款待，彼此服侍，无偏袒人，互信甲仰望拢在伫上帝。愿即款的信仰种子栽种伫咱逐个人的心中，渐渐长大，互咱的性命渐渐成熟。愿基督的保惠，互教会顶头生，互信仰群体见证耶稣是基督。仰着仰望前进。默想，上帝话语对我有甚物影响？我安怎实践上帝的话语？上帝话语对我有甚物影响？我安怎实践上帝的话语？做伙来祈祷，愿基督的保惠。互教会顶头生，互信仰群体见证耶稣是基督，仰着仰望前进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